你嘅電話號碼最後嗰5個數字，你寫落嚟先啦。好，非常之好啦，45373。我首先咁樣講啦，5呢個字咧就係代表你自己啊。我哋喺學名裏邊就叫命宮啊。但係5呢個字咧係代表感情咧會有啲嘅挫折嘅喎，呢度要留一留意喎。5就係五行屬土，刻落去。好啦，嗱，我哋試一試睇一睇，你有冇啲乜嘢特別嘅事情想問落去？例如係財運啊、婚姻啊，想問事業係咪啊？嗱，你就諗住你事業呢一件事，然後喺呢度易經64卦裏邊抽一張俾我。好，非常之好。事業方面呢一個叫風水門喎。風水門咧就係講我有好忙碌嘅工作，我亦都會全力去做嘅。但係當做完之後咧，你完全成個人咧就處於一個完全休息嘅狀態。咁樣嘅話咧，嗱喺你嘅事業裏邊咧，只能夠就係講你話有我咪俾心機做咯，冇我就躺平唔去再諗啦。嗱，會有呢一個咁樣嘅情況啊，你覺唔覺得係咁樣噶？嗱，我哋將呢一個易經64卦再配落呢一個位，因為咧喺你個電話號碼裏邊咧，呢一個位就係你嘅事業嘅宮位。事業個宮位而家我見得到就係木呢個位置啦，就代表有名氣啦、出名啦、文書成功啦。好彩係呢個木嘅位置配落呢張牌，代表你拼搏得嚟會容易出名、有名氣成功。但係休息完之後咧，亦都喺個腦裏邊咧諗一諗點樣將你嘅事業運提升。4呢個係一個大吉利嘅數字，特別會喺呢一個2027、2028呢2年咧，如果你嘅腦裏邊去諗一啲點樣事業嘅部署成功咧，係會真係俾你願望實踐到嘅。好，大家如果有啲咩關於命運上嘅問題，可以幕後私信我，我會同大家一一解答嘅。